龍樹菩薩喺十住毗婆娑論裏邊講，於此世界修行有兩種，一者難行道，二者易行道。難行道係要靠自己單獨嘅力量去修行成道，易行道係以自己嘅力量加上佛嘅力量去修行成道。念佛法門係屬於易行道，係靠自力兼佛力。行者只係要深信有阿彌陀佛極樂世界嘅存在，一心念佛，成阿彌陀佛嘅願力攝持，臨終時正念分明，具足十念，必定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嘅。龍樹菩薩推崇念佛法門，佢係大乘佛法八宗共認嘅祖師，佢對念佛法門嘅睇法，對於學佛嘅人當然係極為重要嘅。咁點解龍樹菩薩宣揚淨土法門為易行法呢？其中係有三種解釋嘅。第一，修其他法門，如果從經教入手，經論浩如煙海，卷疊繁多，而且一偈一語蘊藏甚深義理，需要好長嘅時間去閱讀去領略，先至能夠融會貫通嘅，非數十年苦功係唔可以成功嘅。如果從禪定入門，宿世未修學過止觀，根基唔深，亦都係徒勞無功嘅。但係念佛法門，只要一心念佛，具足信願行，臨終時正念分明，十念就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啦。第二，修其他法門係全憑自力嘅，念佛係自力兼佛力。而佛力之大，超過巨薄凡夫嘅智力無數倍，所以念佛嘅時候，實際上只係自力印合佛願得以往生嘅。第三，往生極樂國之後，喺淨土環境優越、阿彌陀佛護持之下，無論修何種法門，證何種果位，都能容易成就嘅。綜合咗龍樹菩薩十住毗婆娑論易行道三種意義，念佛法門第一係容易落手，第二係容易往生，第三係容易成佛，所以念佛法門係稱為易行道嘅。